年度大跃进入围的有戴爱玲、巴子木、李浩伟、Fly Machine、夜影、千玺。夏之雨 Young Fresh Chin 2，拉卡乌帽飞翔传说，缺省共同的土地。Viota 片山凉太富都青年电影原声带，许富凯武木大学，好，在评选这个大跃进的奖项，有哪些那个评分标准呢？老师们又是怎么看待的？我有参与这个大跃进的评选。我觉得大跃进真的是 FNA 最难评的一个奖，因为跃进、大跃进这三个字，你要去用怎样的标准去衡量是进步，就真的是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比如说一个音乐人，他的作品从可能上一张是60分，然后这一张进步到70分，然后另一个音乐人从70分进步到75分，那你是要比较偏好前者他进步幅度比较大，还是偏好后者他进步幅度虽然比较小，但是他作品水准一直都比较高？你到底是要奖励哪一种情况？这可能会不同人有不同的标准。是，来我们看一下得奖的是 OK， 我现在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张作品是 70到75分的那一个吗？还是？不是，他应该他的这张跟上一张都是在80分以上。对，然后他这一张我觉得是整个专辑概念比很鲜明的，然后他名字是3个字，许富凯武木大学，恭喜他！年度大跃进得奖的是许富凯武木大学。已经无别种习惯，找一个所在美起来。那我要讲，我可能你可以亮票，一开始的第一选择不是这个一张，但是它也是在我的好像是第2名还是第3名。对，那像他这一张作品，我觉得它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它有很多台湾很本土的特色，因为它武木大学是以那种有点像夜场或者林森北路那种感觉。因为武木大学就是林森北路的俗称。对，有一直搞不清楚那个直接叫什么。因为你把林森拆开来就是5个木啊。像这一张作品，它在制作层面是有找到那个王希文，希望我没有记错，是王希文，然后还有左光平，然后去把控整个的制作编曲，还有 A&R。然后我觉得对于许富凯本身就是一个很优秀、很会唱的一个歌手，那这一张也是保持在他很高的一个水准，然后再加上他的概念性很强，所以我想这也是众多评审青睐这一张的一个原因吧。玉能那边有没有其他评审的一些那个意见想法？那这个奖项是进入到第3轮哦。对，其他没有，他一开始他本来的那个差距本来就很小。那许富凯确实是本来就在领先，在讨论是在许富凯跟叶颖之间。不过其实评审也有很多其他的意见，其实有一些评审觉得看到比较明确的跃进的是缺省。是缺省是因为如果你从专辑的风格上的那种技术上的等等来讲，所以它其实有非常多的面向。那包括许富凯，其实在讨论的时候有提到，是否是更多的跃进是在 A&R 本身，而不是歌手。不过其实，在我们当初在出入围名单的时候，那时所以回到大家对
这个歌手上一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对上一张的话，我们这边的内部评价其实不是很高。上一张是十歌，对，所以到了这一张的时候，除了是 A&R 以外，我也包括说对于他在歌唱里面的那个收放的松弛度，还有提到一个东西是，他好像终于跨进了更多人的流行，他好像找到一个方式。我觉得许富凯对于台湾的听众来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意义，因为他是从歌唱比赛比出来，所以他过往的作品都落在一个传统台语唱片这个范畴里头，那样的制作、那样的收歌方式。那到上一张十歌开始有点松动，就是因为台语男歌手很少去唱都是女生的歌，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出他的 A&R 的方向开始移动。然后到这一张本来是要让他唱演歌，因为他本来从小就是练演歌起家的一个人，但演歌在这个时空要找到一个落点有点难，所以他们纠结了蛮多不同的方式，最后终于那就林森北路。林森北路是对台湾人来说就是一个充满酒气跟有一点点跟有点情色的地方。好，但因为台语歌过去也有很多酒气的歌，其实酒气的歌都仅止在于一种失意，或者是浪荡子等等的这种情绪里头，这应该是极少数第一个从这个角度切入，然后点到人物故事。那我觉得王希文的制作是很剧场感的。其实这张专辑的豪华不是一般国语专辑编曲上那种豪华，它有很强烈的剧场感，包括那些和声编曲名单很多都是剧场人，所以它给人的画面其实不是一将我们过去习惯那种豪华的国语专辑，比较像是一个音乐剧的现场 recording。其实包括许富凯某些歌的 vocal 听起来都很有 live recording 的感觉。我们那时候访问的时候也问，然后是制作人希望留住那个口气。制作人是谁啊？这张专辑？王希文。对，王希文去年同时做了2张都很厉害的专辑，另外一张就是李千娜，那个哇哦李千娜的我们在那个专辑，等一下应该有机会谈到李千娜，对，所以你要跳远，你还是要自己歌手本身撑得起来。是，当然，对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有一批评审的分数就是落在这一边，就是因为你要撑得住这样的格局的东西，是。它跟十歌比起来又是另外完全不同的格局，对，所以它也需要很多你自己的 upgrade 跟提升才能去 handle 它。其实许富凯在过程当中，因为他在访问里头还蛮常讲到，他说这些歌到底要怎么唱，他自己也会很迷惘，可是经过这一战之后，他就会变强。对，开始。最佳男演唱人入围的有果蛋 GDNA， 林广才黑名单工作室3浮生韵广才与老乐手 Nathan Hartono The Great Regression， 夏之雨 Young Fresh Chin 2，要个姐姐陪你，想得我直接就醒，脑子一空，左右两边都打湿了。苏子旭泪水与共，房客你们好吗 MC Hot Dog 张艺术家，楼下的房客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吗？裘德光返照，谁运气特别好，瞬间开窍，人总是无许富凯武木大学，对，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讨论？就是在第一轮的时候，裘德是领先，第3名是许富凯。因为他真的很能唱啊，而且新的企划哈，而且那些专辑里面的歌真的太难唱了，对。所以他们的积分差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吧。